满心快乐来到你们的，问你们好啊！来到这个时刻，我们就一起听到耶和华的教导。我是耶和华的大师啊！问你们好，耶和华把用我们的今天的就是第八课的教导话题就是模仿这个教导，就是我所传播的我 CD 就不能得救。我在问你们好，我是耶和华的。大社西天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们就说我马上就说到那个教导的内容。我们今天就是第八课的教导。为啥要我说的大声说是模仿我的教训的话，我所传播的，就是我说的大声就不能得罪。因为有法律记者说，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49节，就是你一违反这个我说的法律的话，你就被丢失下地狱。因为我说你有违反我说的法律的话，就是让你丢掉了。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49节，约翰福音第12章49节和50节，约翰福音12章49、50节，我们就一起念这个经文。我说真的要宣布这条法律这个法律就是来自父耶和华那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在这里就是经文的记着说，我说是被父差来的，要给我们要讲命令的，叫我说什么讲什么。在50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的就是永生的，就是要他所摘来的这个命令，就是有父的命令的。故此，我所讲的话，真是照着这个父对我所说的，上帝是这样说的。那这个就是非常清楚，就是我说是带的命令的，然后我说在那个马太福音的，就是在确认一下，在马太福音他说他所说的话都是不能废去应该是在马太福音的第34节24节34节，我是在告诉你们的。有有错误有发生错误应该是在这儿的35节，我以为是34节原来是35，我们就说把全书打开。马太福音第24节35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就是说我说在这个命令所说的话永远都不能废去就是你不把它要分开的话，这条命令的话你不能把它废掉了，或者把它拆掉了如果你想要辩证的犯罪的话，然后我说要把你要下对的话，因为你是违反法律，因为你违反法律，上帝对你怎么说？在特殊人的你家，我都把那个所有的就是要把拦住的话，叫你不要模仿这个我说的教训的话，在第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到第7节到10节。因为那不法的已经发动了，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不法的人，所以我们这个不法的人是非常不好的行为就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拦阻别出去的话，那是这不法的人必先露出来，就是那个违反我说的话语。刚才说的是我的话是
不能废去啊！这个不能废去，就是我在之前给你们已经教导过。我们现在第8课就是从第1课到第7课，这些教导这是都不能废去，因为都是要我说到，你要抗拒这个话，就是你为不法的人就下地狱啊！这里就是主要我说用考中的去灭绝他，用家里的荣光废掉，就是在。违反了我说的道的话，他就用考中的去灭绝，然后也把你烧掉了。因为你非违背要我说的法律，因为要我所说的就是命令的，就是要我所讲给你的，你必遵守。因为要我说的道就是法律，在约翰福音的第12章49节。要我所说的都是命令的，你要违背这个话。呀，我说已经说过了，这个是永远不能变动了。那不能违背是什么？呀，我说我们要我们要真心到不做不听，不听不做。所以就是你要听其他的话的话，不是你要去模仿的话，然后你就随便找个地方要传播的话，这个是不可以。我们要读下这个上帝的道在那个雅各书第2章雅各书这边说的就是你要真正道，不听不做，要这边你们的，你们必须要遵守我所对你所说的，不是你要去模仿的话，就是这个是不可以。因为我为什么我是这样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2，你必须要遵守这条教导。哥林多前书第1章10节，这个就是那个教导，你不可抗拒兄弟兄们的。我借我们的主要我说的命的，也我说的说告我们的说告者，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的也不可分党。第一件事就是与我说同在的话就不可分党，只要一心的一意，不可分党，彼此相合。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个一心的一意，彼此相合的话，就是只有一个指导人、领导人的。如果这个要分担的话，就不可以心一心一意因为法律记载说是不可分担的话，你给我说谁家要分担的话。要离开的话，假如说你去模仿这个教训的话，然后去要教训人的话，这个就没有说要与你同在。尤其是你在这边偷去一个一条的教导的话，因为这个要我说的教导是以后的，都你不能挑选的。他说这个对我来说非常合适的话，那我就偷去这个教训的话，就没教训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不可分担的。我相信这个教导对你是非常清楚的，这现在就没什么犹豫因为在我说里面是不可分担，这条法律我说就说了。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必须谨慎这个道，要遵守的道。如果你们爱我的话，就必遵守的道。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们这个经文也技术员，我们一起搜索这个经文吧，就是要必遵守他的道，我们必须做这个教导。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他，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说出来。
我们先念下这个约翰福上帝的道，约翰福音的第14章23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吧。它在哪里啊？我们必须把它查出来。约翰福音的第14章23节，耶稣说回答说：“人如果爱我，就必遵守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耶稣说的话就是我所给你们讲的话，就是父的命令的。耶稣说的，他就是命令，他说如果你们爱我的话，就必遵守我的道，要遵守我的道，因为耶稣说的道就是在那个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我所给你们的都是父的命令。那耶稣说的话就是父的命令。耶稣说对你说，如果你爱我的话，就必遵守的道。命令就是要遵守耶稣说的命令。我相信你要明白，你必须遵守耶稣说的道，因为耶稣说所讲的都是来自父那里，没有他自己讲。我给你已经讲过了，在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再读一遍了，为了叫我们更明白，就是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耶稣说的道，必遵守的道。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也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讲我说什么讲什么，就是他别命令的要说父耶和华的教导，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的。这个耶稣说的道就是父所赐给他就是永生。这个道他要去传播宣讲这个道。所以你爱他的时候就必遵守他的道，你不爱的时候就你不遵守吧。所以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就有真的有耶稣说的一条法律，就是我对你们所说的是哥林多前书14章这个真的有错误。哥林多前书，请你们要认真听这个教导。我们就是在那个37开始吧，我们放耶稣说的名字来念下。哥林多前书14章24章，如果有人以为自己的是先知或者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的使徒们的所说的话都是要我说的命令的，就是我刚才对你们所说的都是命令的。如果你违反这条教导的话，就是在我说中间不够分担的话，你就是违反法律呀！我说就应考中的，只要灭绝你为了这件事情，家就对你说，你千万不要模仿这个教训。不是你去模仿这个教训的话，然后你去经历个教堂的话，尤其是在耶稣说中间的耶稣说出掉罪的话，不遵守是条件。你要模仿这条教训的话，你就是本身就是魔鬼。因为这个都是属于耶稣说，在耶稣说中间不再犯罪了，因为他多亏他不遵守是条件，他都遵守耶稣说的法律。你遵守这个耶稣说的教导的话，你就受圣灵的。所以不可模仿这个教导，然后去教训人的，或者去随便一个地方要给人的势力的话，因为上帝的命令的就是说吩咐我们不可分担，
就是你要模仿这个我所传播这个教导的话，然后你去要教训人的话，你就是跟我已经反开违反法律。这个要我说这个教导你不可模仿，因为这个是西家所的教导。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教导就不可不遵守是条件这个是非常最重要的法律在我说中间，还有许多的教导，我也必须要给你们教育的，就是教我们的生计非常干净的，非常洁净的人，完全的人的，没有在负面，就是非常洁净的。第二件事情，这个就是不跟你们模仿的话，因为你们就是永远不会受到上令的，叫人不再犯罪。因为这个上令的必须通过这个教导才能受到，就是我所传播我说第是不可分担的话，这个上令的就是人实习的，因为他是本来自我。上令的是来自顶上天那里，来自亚乌说那里讲下来的话，他讲下来的说就住在西家里面的，因为我把它分给你们的，分享给你们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在亚乌说那里，我给你们熟悉的时候，那他就是在。住在你们熟悉的时候就住在里面的话，他不是从来顶上天来就直接降临到你们里面的，这个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要我说假如说要我说从地上去那个顶上天来，他花了4个小时间了才能到顶上天那里，所以没有发上令的直接降到你的身上，必须要到西家里面，他住在西家里面。你们上令的都愿意住在你们的里面，何况我们来读下这个格林多经书我们就说因以为上令的就是熟悉的是或不是格林多经书这个我总是别碰掉了。格林多前书12章再是3节，我们就是在这个把这个开头前面念下，我们不就是犹太人是希腊人的，都是成了一个圣地，因以为圣灵的。这边说的就是在亚乌说里面的。我们不就是犹太人的，是希腊人的，是为奴的，是自由的人，都从以为上灵的熟悉成了一个圣地，因以为上灵的。你听掉因这个上灵的话，就是有拿这个上令来降临的时候都住在西家里面，我给你实习的时候就是那个上令的就你就说到那个上令的相似，我在下亚乌说那里所得到，就是西家给你教训的时候，就是你要当着上令的，要说到上令的，所以那个上令的工作在我里面和你里面都是相似的。因为西家所给你的上令都是来自亚乌说那里，然后这个上令的住在你们里面，就是上帝的话怎么说的呢？怎么说？他说要因为上令的，因这个因为上令的时候，这个上令的就是认识亚乌说，认识西家，因为亚乌说和西家。都是他的教导，他摘来无来的，就是你们从来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你现在在那知道真正的有除掉自己的罪孽，这个圣灵的就引导你，你必须熟悉才能熟悉，才能得到圣灵的话。假如给你教训的话，这个圣灵就会在我这里，这就是一条法律。这个
这个上领的你要说这个上领的时候啊，这个必须在那个老师的里面，我给你设立的时候啊，那就是这个你就可以说到这个上领，你已经受过洗，按照这个法律的话，那马太福音。因为法律记着说，老师就是我教给你的时候，就是我给你实习的话，不是相反，就是那个学生的给老师设立啊，这个是违反法律啊，因为啊。在那个给你实习的话，就是他那个领要转给你，就是假如说有人给你是设立的话，就是那个这个领他的领要转给在你那里。假如说啊，你是在耶稣里面学习的话，就是那个耶稣的领转给你，你永远不会解脱掉啊。你有到耶和华那像去耶和华那边，必须通过洗家，因为这个洗家是教导除了洗家之外，没有人教训你们。马太福音28 19节，所以你们要去教万民做到门徒。你要就是我给你教你的门徒的时候，就是我给你实习，给你设立的。因为按照那个法律的话，就是那个老师给学生的设立的话，不是那个学生的给老师实习的话，这个都不对。或者那个学生的他去给人家实习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都是来自的魔鬼。假如说给你教训的话，然后你去那个模仿这个教训的话，你就跟魔鬼合作，没有上帝你跟你合作，因为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模仿这个教导。假如说你要说的听到这个教训的时候，然后去教训人，我们这边的目的的，我们这边的都是要上去听上天那里，为了拯救人类，有了八大的灵魂的要。去听上天那里，这个不是上一为了赚钱的，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要跟那个创造天地要斗争的话，就是福耶法和耶和华，连那个听上天的军人都要折磨你，要惩罚你，因为这个是给人类。要证据的话，因为一条法律经拦住的话，你们所做所为是不可。你要想要下于地狱的话，你就这样，你就继续做吧。你想跟那个福耶法和耶和华斗争的话，你就继续坚持做吧。真可怕的事就是最可怕的事就是你要魔鬼要折磨你的信念的，折磨你的灵魂，折磨你的心理。我给你已经说过了，这个时候不可你们别这样的。还有这个教导就是已经传播到全世界，不止在马达加斯加，也在全国家都已经听见如果说那个我已经听到的消息的话，已经360万人都已经关注这个教训的，还有一个是28万的。都已经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已经输入这个网站上面，还有在那个就是那些订阅的话，因为这个订阅的话就是说明的，他已经播到这个教训的话，如果他不爱这件事的话，他不会订阅啊。等于说不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多少人的愿意跟随耶和华，这个就是对我们说，这个全世界都难关注啊！你要播到，你要说信仰的时候，就是你要跟随啊。我们这边的目的地不是为了赚钱的，都是说要去天上天那里。你有信仰的时候要去天上天那里，就要跟着要说，也就是要来新加这边。给我们那个证明的话，就是有人在除掉最接多罪法律记者说你要去
然后我们教他们做的门徒，然后给他们说习的话，这就是法律，不是你要去模仿那个教训的话。你有信仰的时候，你要去去说戏吧，就是现在给你受戏，那你说这个是怎么办呢？你必须给我联系的话，或者是可以来到马达加斯加这边了，可是这边都已经那个受戏都已经关起来了，或者你可以叫我过去的话，我就去你那里。就是你要准备好之后，就是要说我们要熟悉吧，你就给我说的大事细节。你们在一个国家有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你们可能在那个就是在这个网站上面都可以认识的话，在我们网站上面有那个微信号。技术人员麻烦你们把那个微信号放在那个屏幕上面，为了叫他们能看见了。因为法律记者说信说是必然得救就是你信仰的时候必须要说是的，不是要去模仿教训人的，没有给你讲要去模仿教训人，这个是耶稣所作所为就是都是跟随耶稣他们是违反法律他们不把持序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习惯方式所以别再跟着这个耶稣要跟着要我说的真理，因为耶稣一直都是要骗你们的，他在你们身上都是做了很多坏事叫你要犯罪你到现在还是犯罪你别再跟着他，要跟着我说只要你信仰的时候要破到这个教训的话，要上帝的要吩咐你要去说是为了得救你那你的老师就是你所看见的我说的大事细节，就是你在电视上面看到，你也在那个网络上面可以看到我这个人的话我给你们技术已经说过了，就是把我那个相片放大一点了，因为有时候人是用手机来关注的话，他们就看不见我的相片了，把这个要调大一点了。我们再读一遍就是我们在那个熟悉的时候就说到上灵的时候，因为你们的一熟悉的时候就一受过习的时候就说到上灵，在使徒行传第2章，这就是那个法律的关于实习的法律，因为这个你们不会说，永远不会说到这个上灵的话，你们就永远不会除掉你们的罪。使徒行传的第2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凡要我说受告着民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是比灵所赐的上灵。就是你要受过这个上灵的时候，你受过上灵的时候，就上帝对你说，你就比灵所赐的上灵，这个上灵就是要真理的上灵，因为这个位上灵的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再念一下约翰福音，约翰。就是你不要说在这个熟悉的话，就在西家里面，这个你远远都受不到这个上灵的，你就说是说脏话的犯罪因为这个上灵的引导你到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这个就是叫你不犯罪，要保护你这个在这个神的，在我们这边的神的王国真有赐色，就叫你不犯罪。我们要讲，就是的有闹事我们就安排下一个节目，就叫那些已经除掉罪，要做个见证。约翰福音的16章第7节到14节，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若不去与你们有益。我如果不去保护神，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如果去，就差他来。他自己来了，就要将世人的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的责备。我们在读13节，只当真理的上帝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的，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位上灵的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上灵的引导我们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上灵就是连上帝的心里他都能明白能了解，就是你要说到这个上灵的时候，连那个上帝的旨意你们都能理解啊。不是那个我说那个就是那个上帝的旨意，不是他创造这个这个世界，你就知道他的心呀，不是这个，你们要知道他的旨意，就是你不再犯罪。这个圣灵就是引导你到完全的人。假如这个有一个是不符合的话，那这个就不可以。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一个。格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我们放有说的名字来来念一下，就是在第10节放有说的名字来念一下。我们通过这个经文的话，就说我们就能知道，连上帝的都被他偷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上帝的父耶和华的旨意，他都能够理解。只有神借着上灵的向我们显明了，因为上灵的神透往事，就是深奥的是也渗透了。就是你说到这个上灵的之后啊，就是你就是你在跟你上帝和耶和华你通过这个上灵的话，这个上灵就是跟父耶和华耶和华有连接。就是如果你在所做的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要劝你。我们来读下这个约翰，再先导一下讲述。我对你说，如果你要模仿这个教训的话，这个都是你一个都说不到，因为你有下地，因为你模仿这个教训的话，所以给你讲了，你不可模仿这个教训。因为你所做的说过的其实不对呀，因为你都是都是加上，你别再加上的，你一死了就要下地的话，这个就是教你要犯罪。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你远远说不到上灵。这个上帝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的话，因为这个上帝是在西家，因为法律记着说，你要信仰这个教导的时候就要说起，你不信仰的话，你要去哪里就这里干嘛？我对那些信仰的说，不是那个不信仰的说。还有那个信仰的就许多是活到了叫那些灵魂的来自天上天那里，要返回到耶和华那里，因为耶和华是教你们，所以耶和华就通过西家教你们要回来。这个就吩咐你们要认真听这个道。我们要返回耶和华那里吧，因为这就是你们的答复回答。因为你们已经说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下地这个就是基家呼叫你们，耶和华通过西家叫你们要返回来吧。为了这件事，我们都把这个我都在做个翻译为了教全世界。约翰福音第14章到23节。
啊，这对，26节。啊，就是他就是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那个上令，就说我付晒我来的命的，这个就是在巴拉克利多或者是保护师或者是当律师他是给我们指教劝我们的，就是我们在有指教我们的时候教我们的交给你们的是回去你们为什么做不好的事？他是帮说要指教你们，还有这个上令的都是每分钟的都要指教我们的。那就是在耶和华里面不再犯罪，就是在耶和华中间就不再犯罪。这个不犯罪的人才能进去天上天那里，罪孽的人不能去那里。只有在不犯罪在耶和华里面才能上去不接近的人不能进去那就是要接近的话就是要上天。我的话就是到此，你们的就是永远不会说到这个上令的话，除非你们在西家里在就是我西家给你们实习的时候因为这个上令的你叫你们不犯罪的话，你们永远不会说到，你们必须要熟悉才能因这位上令的话，那个必须给你们实习的话就是那个老师就是我，老师就是我教训你们。我给你们已经讲过，你这个是你们说这个就不对。我在这里我是非常壮实的话，非常强壮。我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就是你要信仰的时候，你们可以叫我过来发短信，这就是我们那个，这是这个微信号，就是加261。就你们要拨这个号码，你们可以发短信的话，最好就是你们可以发英语或者是法语或者是别的语言的话到时候我们就想个办法，我们必须我们必须有办法假如说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你们可以提这个问题，因为教训是这个教训都非常清楚，这个教导愿给你个好处要无说的宣讲，就是到此要无说保佑你们。我们在下课，我们一起听那些问题吧。现在还没有教训的话，我们再等5分钟吧，应该是这样。我们在等着那些问题因为最好回答那些问题的话，因为法律记载说不可再模仿这个教导，然后去教训人。可能那些宗教领袖的，就是打在那个耶稣里面这个坏习惯了就是要去模仿这个教训的话，也无法就拦住他们不可模仿教导的时候，因为那个就是那个领导指导你的话，也不会不除掉罪的话，你也不会除掉你的罪。也无就是这个主要无啥是也无啥大声西点的宣讲，那就是你要思考好，要思考信仰的时候，就是要说心声的。我要说到这个，我要说到熟悉的话，因为没有犯罪，那上去天上天那里我们发短信的话，就是你们可以发短信到这个号码261，就是我们今天的短信的，我们今天的手机号码的话26134。号码就是16134255221
我们相信的就是来自梁上的就是那个最大的光，给我们照亮的，为了叫我们在恩典的要稳定的走下来了。我们的宣讲就是就是这样的就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有说把用的我们就结束了吧。亲爱的父爷爷法，多亏你的恩典，非常感谢你的。非常感谢你这个教导，愿这个教训的给他们恩典了。就是他们要说到这个教训的时候，荣耀归于你父耶法和耶无刷，耶无刷成证据他们的灵魂的，因为无数这个教导只是为了证据他们的灵魂，耶无刷进证据他们的灵魂。你要保护每个人，为了平安的回到你那里。亲爱的父耶法，正证据他们，也无说证据他们永远的荣耀归于你，你的良善的归于他们的，还有你的恩典归于他们，永远的荣耀归于你。亲爱的父耶法，非常感谢你，我反耶说你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祷告，哈利路亚，阿门。也无说把有你们在下课教训再见。就是要我说在劝你一句话，就是你要信仰的时候，就是要赶快报名吧，在这个那个微信号上面技术麻烦你们再把那个号码261加261我再说一遍，加261328698这个号码都有那个翻译者都已经把这个号码放成了你们的语言的话，那我们就是到此也无法把有你们